今日嚟到銅鑼灣食半自助午餐，出面個沙律吧竟然有煙三文魚同甜品任你拎，98蚊仲包埋餐湯同飲品，水準到底係點？即刻開餐話你知。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不能肚餓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去試 The Grill Room 銅鑼灣嘅分店。裝修用高級酒店西餐廳風格，環境開揚，台同台嘅分隔都有適當嘅距離，坐得好舒服。呢度嘅半自助午餐98蚊，除咗前菜同甜品區係任拎任食，仲包埋一份餐湯同一杯飲品。至於主菜方面，你可以根據自己胃口自由加配。價錢由58蚊到208不等。事不宜遲，一齊睇下個沙律吧有啲咩好食先。影片係全自費製作，希望觀眾你可以訂閱支持啦。第一樣要強力推薦俾大家，絕對唔可以錯過嘅就係呢款拍馬火腿蜜瓜沙律。佢呢度啲火腿真係幾高質，鹹香得嚟又夠軟熟。最好味係個蜜瓜，夠晒甜，水分又足，同火腿一齊食真係神級配搭。凱撒沙律嘅菜好新鮮，旁邊仲有啲醬汁，大家可以根據自己口味，鍾意加幾多就幾多。呢份泰式烤牛肉沙律就真係好普通，個汁底冇味，而且真係唔覺有烤牛肉，好似連肉碎都見唔到。直頭係圖文不符，呢個位真係要扣分啦。至於呢款燒粟米沙律，今日啲粟米比較乾爭爭，完全冇晒水分。希望大家去食嗰日會好彩啲，食到份多汁啲啦。跟住要介紹嘅係呢款煙三文魚多士，我個人覺得水準幾驚喜。個醬汁做得好出色，帶有非常濃郁嘅三文魚鮮味。配埋煙三文魚粒一齊食，成個口感即刻豐富晒，每一啖都好滿足。如果想再飽肚啲，一定要試呢個吞拿魚意粉沙律，而佢啲吞拿魚肉落得好重手，啖啖都食得到，夠晒誠意。你睇下，每條長通粉都俾厚厚嘅芝士醬包住，非常惹味。呢度啲炸嘢食落就正常發揮，大家留肚食其他嘢仲好，呢度就唔特別介紹啦。食完鹹嘢，係時候開啟第二個胃啦。介紹埋甜品區有咩好嘢食先。甜品方面今日有兩款，第一款係呢個抹茶卷蛋糕。佢嘅質地雖然唔算好鬆軟，但勝在夠濕潤，食落唔會乾爭爭。抹茶味就比較清淡，帶啲回甘，整體表現不過不失啦。至於第二樣甜品，就係呢個吉士醬麵包布丁，我真係極力推介，水準高到令我好驚喜。佢最細心係有兩重口感，面層嘅發包燒到好香脆，底層就非常有心思咁用咗白麵包，吸晒啲香甜蛋漿，質地好似棉花咁柔軟。掃完前菜，試埋佢哋半自助餐包埋嘅餐湯先。而今日嘅精選就係呢碗南瓜忌廉湯啦。飲落去嗰陣夠晒熱辣辣，可以平衡返頭先沙律吧嗰啲冷盤。呢碗湯做得唔錯，入口質地好綿密紮實，唔會水汪汪。仲飲到好清甜嘅南瓜味添。
98蚊就可以嘆晒頭先見到嘅豐富前菜同甜品，仲包埋一份餐湯同一杯飲品。食足90分鐘，如果係你會唔會加多份主菜呢？歡迎留言交流下。主菜方面有10款選擇，我今日就揀咗呢份牛麵肉蘑菇意大利飯，一齊睇下質素點。雖然牛麵肉就真係少到得幾粒仔，但係佢又真係整得好好食喎。輕輕叉落去已經感覺到超級軟腍，做得非常之鬆化入味。如果牛麵肉份量多啲就完美啦。個飯嘅汁底濃而不膩，粒粒米都掛晒汁，每一啖都有濃縮咗嘅蘑菇香，超滿足。食飽晒啦，係時候同大家做個誠實總結。以銅鑼灣呢個核心地段嚟講，呢個價錢有咁嘅食物質素，加上環境又坐得咁舒服，真係好難得。最令我驚喜嘅係佢哋嘅服務，收碟筷之餘仲會不斷主動加水，細心程度真係拍得住酒店級數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呢個半自助午餐真係非常之值得推介。如果大家仲有其他半自助餐推介，記得留言話俾我知啊，等我下次又去幫大家試下啦。影片係全自費拍攝嘅，好多謝你可以睇到嚟呢度。如果你鍾意呢段影片嘅話，希望你可以幫手訂閱。觀眾你嘅支持就係我拍片嘅最大動力啦，好多謝你，好多謝你陪我一齊食。影片到呢度啦，多謝收睇。